正正樓下就係望到高爾夫噶啦，喺度打波嘅寫意。嗱，對面佢仲有嗰啲七棟啊，還有新家推有啲，還有好多，還有佢嗰邊嗰啲三棟啊，都望到高爾夫景。江門翡翠觀瀾咧，近排嘅熱度比較高，一個就旺中帶靜啦，高爾夫景啦係嘛，又位於江橋路附近，住宅嘅外立面都比較高端。其實有啲單位咧，住宅戶型啊，其他樓盤都會有，但佢個景觀啊，同埋佢啲七字形陽台啊，係好多小區係冇噶。小區都仲有會所配套，有健身房、泳池啦。今日特別推介呢一套景觀房，226平方，有絲梯入戶，兩梯兩戶，總層高去到30樓左右。呢隻戶型呢，就比較出名，就係景觀靚無敵。客廳隔籬做咗個開放式嘅書吧偏廳，景色非常之宜人。放眼望去，高爾夫就喺你嘅茶台隔籬，你可以當呢隻係大橫廳嘅設計。大概80個平方，餐客廳一體，廚房窗邊嘅景色都唔會收埋，稀缺嘅高爾夫景觀係值得大家一齊欣賞。除咗烹飪嘅快樂，大自然都可以俾到你更多滋養。動靜區嘅分佈動線都非常之合理。首先第一間套房係仔仔嘅，全景嘅落地窗，無論瞓緊覺定係沖緊涼都可以欣賞高爾夫景。下一間套房都係對親人嘅好愛。套房嘅 size 接近20個平方，坐住喺窗邊都欣賞到高爾夫景。呢一份從容嘅生活係你屋企人值得嘅。窗邊呢就近西南，採光都係 OK 嘅。而另一邊嘅神秘套房係壓軸出場，優秀嘅你叱咤係商界各種範疇。呢間行政套房大衣帽間、大浴缸、大床、大書台，一切都係好大。睇過品鑑過咁多住宅嘅你，呢間房你又可以打幾多分？點解佢有咁大個空間呢？皆因呢，佢嘅窗簾嗰度呢本身就係個陽台嚟嘅，咁佢封埋窗，拓展更多位置用啦。房間嘅朝向係偏西南，都可以確保有足夠嘅採光，亦都可以欣賞小區嘅園林美景，同時亦都可以望到高爾夫景。咁行翻出去走廊出邊，仲有個工位。電梯啲顏色係香檳金嘅，大堂就類似酒店式嗰啲大堂噶啦。佢一樓係架空層嚟嘅，所以個層板就比較高啦。會所泳池啊，鞋區、健身區嘅，好多嘢玩，仲有私宴廳啊。平時業主都可以租用咁高端嘅私宴廳，高端嘅小區有埋會所就更如虎添翼。嗱，呢邊係1樓啦，地面層，就戴翻頂帽。小區嘅園林綠植生機勃勃，亦都襯得起呢一份建築藝術。靜水流深，慢生活即是享受。園林嘅特色亦都採用香格里拉輕度假風。前期有啲業主可能已經迫不及待等緊收樓，但係對於懂得審美嘅總裁你嚟講，呢一處值得你停留嘅城市綠洲，美麗正在開始。項目嘅位置就位於江橋路200，離江橋路直線距離大概1公里左右。附近啲社區或者係新型鄉村都會有農貿超市。咁出邊江橋路就大昌永利啦，嗰啲 supermarket。落車庫入口呢就有少少低，咁可能我係揸嘅 XUV 啦，本身底盤可能有少少高，但係嗰個豪華同埋通風，車庫個空間同埋舒適度都係 OK 下嘅。車位就未開手，書包呢就係只查少只查中。人哋話大平層係過渡，別墅先係歸宿，但係別墅嘅花園邊有陽台咁好打理啊？嗱，如果你個預算係 OK 嘅，可以接受到200幾個嘅，其實呢一份高爾夫好禮都係值得一睇。近期特價單位都係比較多，200方同埋226方都有特價。如果你有興趣，可以同我傾傾。感謝欣賞，幫我點個讚。